忙协助了2场，也谢谢蓝诗班哈。他们平常呢都是主要是圣歌队的成员，但是为了不同的风格哈，有时候有女诗班，有时候有男诗班哈，不同的风格来服侍感谢他们的2场的服侍。我们现在做祷告，来一起分享主的话。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一起在主里面一起敬拜神，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看见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因为我们愿意跟随，愿意遵守，也愿意归属神，让圣灵的大能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愿今天的主灵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有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借由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的故事，谈到了100年前一位为主牺牲、为主奉献的李代尔，他的故事成为我们一个学习，透过圣经一起学习。那我们等一下会在一起来复习这些经文给我们的勉励哈。那保罗他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我只专心一件事。”到底人的世界有没有一个我只专心一样，其他都不管的？那我们要一起从圣经的话语来思考。那上个礼拜大部分人都在这边呢，我要做复习一下，一个接一个上个礼拜的故事来做一个衔接哈。我们提到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在100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有一位奥运冠军的选手叫做李艾瑞或是李戴尔，他为了守主日安息日，他们就放弃了他最拿手的100公尺的竞赛。然后那个时候的赛制可能是大家好像一个时间比较长了，不像现在那么短急促节奏很快，他就改参加了400公尺的竞赛。没想到在他出赛之前，他心中非常的恐慌紧张，因为这样的改不同项目的比赛，不是想好像很简单，同样在运动嘛，他的整个配速、整个体能、整个呼吸都要改变。但是他在紧张、困难，或是说有一种畏惧感，整个肌肉都绷紧的时候，他的那个训练师或是按摩师给他写了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2章30节这一段话。他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整个心情都稳定下来。他知道要参加比赛，固然人的名声很重要，但是为了荣耀神，他就可以放开一切来奔跑。所以他竟然得到了冠军，而且是打破纪录哈。那他的更重要的事迹，是因为他愿意放下巴黎奥运冠军的头衔、尊荣，被国家所这个称赞，他就隔年的1925年就到天津来当宣教师，在那边陪伴在乡间陪伴那些穷苦的家庭传福音、教学，也在学校当老师，后来安立为牧师，因为他栽培了很多当时所谓的中国那个时代很多科学人才、很多运动人才都从他们这个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他让人家感到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是他能够放下奥运冠军的头衔，而愿意追求那个神给他更高的一个大使命，这个光环。那光环不是人的光环，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可以勇敢的放弃一切。然后在当时2次大战的当中，被日本的军队把他们这些外国的侨民都集中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统一管理。我们知道，在集中营里面能够吃得饱就已经不简单了，何况是其他的享受。所以呢，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很差，加上很多管理的紧张，
他为了陪伴这一群战俘，他宁可放弃被释放的机会。但是后来他得到脑瘤就过世了。当时苏格兰的报纸说，这位奥运冠军过世的时候，全苏格兰人好像丧失了自己的儿子一样，那样的哀伤不舍。然后他就是得着了这个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所以后来在他所埋葬的地方，有人帮他成立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有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读的经文，以赛亚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能够把圣经经文刻在墓碑上，那是很不简单的事，可以显示说他在当地是多么受人尊敬。虽然已经过世了几十年了，我们也知道后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火战车的影片，就是用他的故事哈。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说，李戴尔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的智慧，他有这样的运动天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是要学习说，他为什么能够在整个的人生的光环当中，他仍然能够很潇洒的走开，这是他的心智。第二个，他愿意在最危险的时候陪伴他的百姓，而不是个人自己的安危。第三个是因为他愿意为中国的福音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一个故事当中找到一个激励自己的一个能力，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都会鼓励孩子去读伟人的传记，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不是读了就会像他，不是，所以他们怎么样在挫败当中勇敢再起来，怎么样在人生要迷失的时候，他能够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那个选择，那个毅力，那个重新再起的力量，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愿李戴尔他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那我们说，看见了保罗他在腓立比书3章13节这一句话，就成为李戴尔他的一生的这个象征哈。他说：“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只专心一件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那么的容易轻而易举的。特别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的生活的一环，人情世故，我的工作的一个约定，我的家庭的事务一大堆，我们几乎是被绑在里面，跟着跑，一个大机器在跑。所以要专心一件事，怎么办？不是不问世事都把它丢掉，不可能，是因为你的心智把专心一件事当成你最优先的，所以你就会排优先次序，你会排哪一个是我应该做的，哪一个可以暂时不用做。所以有人在检讨说，我只专心一件事，到底这个专心一件事能够专注的人并不多了。但是我们又检讨出来，忙碌从来不能叫教会更亲近上帝。我们教会办了一大堆节目活动每一个人忙得像陀螺一样，但是不一定让我们能够更亲近神，而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一个专注、执着、定睛在主耶稣，我们才能够看见从神得来的力量。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能力很好，能力能够发挥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活动当中有人做一个游戏了哈，这个游戏叫做事工减法的游戏比如在一个年轻人的活动当中，我们邀请我们的年轻朋友说，你填上你一个礼拜当中必须要做的20件事，哇，大家一直写，写怎么样讲要去办理什么证照啦，要去考试啦，要跟谁见面啦，要完成什么事情，写了一大堆。然后这个游戏是说，来开始，你这20条，你好好思考。如果删掉5个，
你要删掉哪5个？那是必须的哦。啊，你就开始想，啊，这个可以暂时不要了，那个不要，变成15个。再来更残酷了，删掉10个，剩下10个，然后再来剩下最后5个。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很多事情你即使删掉了，你也不会觉得有缺什么，只是说我们都把节目都排满了，好像不做又不行。那这个不是说啊，我这赢没代志，不是啊，是因为说，哎，到底哪个事才是我最专注的？所以，什么是重要且一定要完成的教会的事呢？其实，教会的事工的减法也类似。我们把我在参与教会服事当中，什么样事情是可有可无，有的事情是非做不可的。那从很多教会的教导当中，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可以做很多的活动，很多的造就，很多的培育事工，很多的节目，很多的好玩的好吃的都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所公认的，就是教会如果没有宣教，那这个教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意思是说，一切门徒训练，一切的那个事工的活动召集，就是为了得灵魂得救，为了传福音，把这个当成最优先的项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举行我们的代祷同工的差派，还有我们的信务小组的差派，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会做不可的事情，传福音必要的事情。那我们当然不是说那其他事情我都不做了，只做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科学家他一生只专注在那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位校长，已经大学校长退休了，他一生只研究蚊子，研究蚊子，是我们台湾的蚊子专家，然后他就每一次登革热的时候，都要他出面来召集一个团队，怎么样消除这些蚊子的攻击？因为他一生只专就这件事情，就当博士、当大学校长啦。是的，我们很多事情为了要成就更高的一个目标，有时候你必须要牺牲很多。我们学生为了要考上好的学校，你要牺牲你玩乐的时间。打电动的时间看影片的时间，玩乐的时间，那个牺牲你觉得有必要、有值得？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事工的减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碰到。弟兄姐妹，保罗他是用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这一段经文来说明他为什么只专心一件事情。而且他怎么样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第一个，他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他说我目的是为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为福音做那么多，目的是为什么？要把福音的好处分享给别人。问题的重点在于，我知道福音有很多好处，但是我的 base 我的慕道友，我身边的朋友不知道啊。有人在开玩笑说，如果今天的聚会每一个人来的地方送你1万块，大家不用讲，他都来排队啦，因为那是看得见的物质的赏识嘛，谁都要啊。所以你看每一次在办那个做生意的办活动最好的就是刚好哇，这个 iPhone 新的要出来啦，你来参加什么活动会抽奖得到一个 iPhone 16大家都排队，因为他想得到那个好处。但是福音的好处是生命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是一个属灵看不见的能力，然后需要人去把它分享出去。所以保罗他说：“我用尽一切办法，就是要使人来得灵魂得救。”然后他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呢？他说他是用专注的态度来，他用当时他在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的地点就是在当时的希腊南边一个海边，雅典的南边，所以那个雅典的人很了解什么叫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奥运就是从那边发展出来的，所以他用竞赛的一个比喻来给哥林多教会的人知道说，他的努力，说像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但只有一个得奖。
所以要抱着夺标的心来跑。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参加比赛，无论是球类比赛、运动、赛跑，每一样都很想要。你如果没有得标的心，那你就不可能有想要去训练，因为有得锦标的一个心智，所以你会受苦来训练。我们知道，在奥运会得奖的也是会升国旗、唱国歌的，就是那一位。但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愿意参加呢？其实是因为他不只是得奖，还有包括那个过程。很多人为了那样的比赛，为了得奖，他不知道一次再一次练习，一次再一次练习，失败了再重来，失败了再重来。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就是这样子。那保罗就用当时大家很熟悉的运动场的赛事来表达他专注一件事情的一个心智，就是抱着夺标的心。那夺标当然就是为了要得到属灵的标杆，而不是世上的夺标。那这个专注的态度，一个奥运选手要上台，你看他努力多久？有的受伤再受伤，再复健再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羽球选手戴资颖，他明明知道脚已经痛到不行了，他还是要上场，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他最后的机会。我们有一位这一次得铜牌的体操选手，我们叫台湾的猫王，他不是在台下练过多少次、几百次那个单杠的那个运动，但是竟然一上场就摔下来了，甩不到几圈就摔下来，那个有点像是从天堂掉到地狱里面去。但是我们这位台湾猫王他笑一笑，重新再由教练把他扶上那个单杠，他重新从头到尾把他平常练习到都熟记的动作再操练一遍。他认为虽然我跌下来了，可能没机会了，但是我要尽我的本分，把我平常练习的表达出来。根本没有得奖的希望，因为摔下来，那个扣分已经在顶尖选手之间已经不可能比较。那他就是因为那种态度，竟然后面好几位也同样吊单杠都摔下来。可能有人在责怪说，可能奥运当局他们做那个设备可能有瑕疵吧？为什么每一个训练那么好的选手都摔下来？所以你也摔，我也摔，他最后摔下来得第3名，得铜牌，就是这个奇妙的故事了奇妙的故事。但是每一个人都想得奖，这是保罗的态度，因为在赛场上只有一个冠军。如果说这个明明这个是最可能得冠军，那干脆我都不练了，就让你得冠军就好，那个竞赛就失去了意义，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很明白运动，所以他说他严格训练，追求冠冕。这个荣耀当然是好事，但是背后那个磨练跟操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每个运动员都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为了要争取那就是人世间会朽坏的华冠。但是保罗说，我所争取的是更高的那不朽的冠冕，那是境界更不同了。世上的华冠都已经很好了，但是那是毁坏的。所以常常我们碰到说我们的选手如果上场如果一点不瑕疵、一点失败，大家都骂惨了。现在网络攻击太多了，被骂得不得了。我想那个运动选手不只是要训练他的能力、才能他的技巧，我想更要训练他的心智。成功了人家前呼后拥的，失败了被人家骂惨了，不知道流多少眼泪。那些都是保罗他讲的，要严格的训练自己，不只是训练那个体能、训练那个技巧，而且要训练他的心智。第4个是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向标杆直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像斗拳的人，每一拳都不落空。我严格的对付自己的身体，我要完全控制它。”我们知道是身体的能量，你如果打过球，你运动过的都知道，稍微一点点没有控制好，那这个球在界内跟界外就差很多。我们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
我们也会当评论员说：“哎呀，怎么那么糟糕啊！啊，明明一打下去的那个球应该在街内，怎么跑到街外去？”我们都很会讲，但是其实在场上，你会知道说那个动作、那个姿势、那个力道、那个手气，哇，都不简单。啊，所以真正看门道的人知道说不简单。啊，所以保罗说：“我严格的对付自己的身体，要控制它。”免得我召唤别人参加竞赛，自己反而被淘汰。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另外深层的意思是说，我努力传福音，到最后变成我被舍弃了。基督徒最怕的是说，比别人早进教会，但是自己没有严格的操练自己。后面来的弟兄姐妹，他什么事情都比你还厉害，还比你更热心，那你会觉得说，哎，到最后变成被疏忽掉了。是因为自己没有严格的对付自己，所以保罗把传福音看成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是要求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传福音是专业，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经过培训的。我们的敬务小组要参加这个聚会，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培训，要密训，要操练。就是你不专业，那你就做不来。那所以自己自我培练，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召唤别人参加竞赛，免得我自己反而被淘汰了。”因为他想要成为上帝所看重的人，就像这个李代尔他自己成就了神给他的祝福。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看重的人，让一个人能够勇敢直前，不再被世上的这个声浪所淹没了。”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看见专心一件事情，有一个我们生活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迈向永恒的赛道。我们人生从小到现在，很多人生的跑道在跑。你要上大学，什么样的科系也是一种人生的跑道；你职场也是一个跑道；你建立家庭也是一个跑道。那什么样的跑道是可以迈向永恒，是最不赔本的投资，那是更重要。我们都知道，人生在这个世界，我们特别是现代的科技社会，我们人都是被一个大机器的一份子，好像我们被卷进了一个机器里面。所以现代人的赛道被锁进大机器，走入身不由己的赛道，好像我们早期对动物比较不是那么小心的时候，都有人看到卖松鼠有一个铁笼子，把它放在里面，那松鼠一直跑，当成游戏。现在买这个松鼠大概被抓去关吧，但是以前大家觉得好玩。但是其实你想一想，我们人在这个大社会里面，有时候会像那只松鼠一样，一直奔跑，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有一位电影的先锋叫卓别林，可能大家听过，他演的电影当时是默片的时代。但他的电影变成经典了他有一出电影叫做《摩登时代》这个《摩登时代》在1936年，你看现在已经差快100年了。那个时候是无声的喜剧电影，由他执导，他被认为是美国电影上最伟大的电影，也是卓别林最著名的电影。他把当时人类进入到一个工业社会、一个机器、一个生产线的社会里面用夸张的手法、风趣的手法去描述出来这个叫摩登时代好，这个摩登时代故事是说，在工业化生产的时代，经济大萧条了，大批工人失业，而且工厂对工人的剥削也更残酷。这个查理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钳工，因为单调又疯狂的机械劳动使他精神几乎崩溃了，而且他变成大闹工厂，所以就被解雇了，成为一个流浪汉那这个影片因为它已经是快100年了，所以在网络上其实都看得到。只是说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去看见说，人好像身不由己的被卷进这个大时代里面。那这个摩登时代，它有一个短片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后来有人把它重新数位化，而且配音了
在描述一个在大时代的这个情境当中，一个人身不由己。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所谓的摩登时代，或是人生的赛道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不过感谢上帝了，现在好像机器人会代替这个生产线了哈，那个机器人它没有情绪的。不过我们可以看见说，人生的赛道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赛道。第二个是要有正确的赛道，你不要跑错了。当从出发的时候，大家预备起跑的时候，你如果方向不对，你越努力，那就跑得越远，要跑得越离开。所以有人说，世上有很多虚假的赛道，你努力了一辈子，到最后一无所获，让人浪费心力，最后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怎么样？他说，正确的竞赛必然跟上帝永恒的生命有关。当你把这个当成这优先的、专心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你的目标、你的一切已经摆在神正确的道路上。那方向错误会造成很大的缺失跟这个后果。还有一个小短片很有趣。接力赛，哇，跑得很快，很认真啊！好，这个小短片在告诉我们说，虽然小朋友很认真，他越跑越回去了，怎么样也跟不上你得冠冕就不用讲了哈，还被人家在骂惨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赛道有时候身不由己，有时候赛道是自己跑错了。那怎么样选择正确的这个赛道，真的很不简单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但以理他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因为他被抓到异国的王宫里面，要去服侍国王，好像当一个 waiter 一样。年轻人长得体格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但是他遇到一个困境，因为国王要他们吃王宫里面的食物跟酒，因为这些都是祭拜偶像的食物。他们为了要避免，他就决心不沾染，他选择了跟上帝同行的赛道。但以理书1章8到13节有讲到这段故事哈。他说，但以理决心不沾王宫的食物和酒，免得自己在礼仪上不洁净。于是他请求亚斯比拿帮助他。上帝使亚斯比拿同情但以理，就是那位王宫的一个总管哈。然后可是他又怕王，所以对但以理说，王已经规定你们的饮食，如果你们不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健康，王会砍了我的头。那是一个很难抉择的困境因为如果吃了小山萝卜，那怎么办？脸黄肌瘦怎么办？国王要怪罪这个总管你看但以理他怎么说？于是但以理去见亚斯比拿所派来管他的身体那3个朋友的守卫，他跟他说：“请你让我吃蔬菜喝白水，试试看10天后把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比一比，然后照你的观察做决定。”意思这10天怎么发生不知道，但他有决心，因为跟神同行，神就要照顾。所以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说，哇，这4个年轻人喝水、吃蔬菜，他们更俊美身材更好。那你敢这样的尝试吗？有这个胆量吗？因为是要杀头的事的。所以但以理他们认为他的人生目标不是要取悦上帝，不是要取悦皇帝，而是要取悦神。这是人很多抉择当中给我们一些思考弟兄姐妹，选择人生的目标标杆非常重要。我们很多学生现在都开始进入大学了，升上高中了，升到国中。你给他什么样的人生志向呢？有一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省思啦，就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抵达北极点北极点一个美国人叫做罗伯特·皮里。那这个故事呢的开头是在1877年在一间美国的包登学院毕业的典礼，2个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之前同室友，他们2个在聊天讲话说：“哎，好朋友，那你毕业想要做什么？”其中一位叫查理，他说：“啊，我穷的有一点受不了，我立志毕业就是要开始赚钱，努力赚钱，成为有钱人，走路有风的，在社会不会被看轻的。”罗伯特就跟他祝福说：“希望你能够达成你的目标。”然后他反来问这个罗伯特说：“那你呢？你想毕业干什么？”他说：“我立志要成为一位探险家，前往未知之地来做研究跟探险。”所以2个人彼此祝福说：“祝你幸运，祝你完成你的人生的标杆。”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过了32年了，32年，1909年，2个毕业生的结局是一个叫查理的，因为贪心沦为诈骗犯，被关进监牢里面。因为他用不择手段，用不当的方法要去投资要去骗人家的钱，最后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主角罗伯特·艾德温·皮里，他是美国极地探险家，后来成为海军的少将，多次探访这个格陵兰，就是证明说这个格陵兰就是全地球上最大的一个单独的岛屿，就是他所界定的。然后他最出名的故事是说，在1909年的4月，皮里他率队乘雪橇向北极点发起冲击。4月6号，他的团队到达北极点，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首位徒步抵达北极点的人。同样2个优秀的毕业生，他的心智不一样，他的最后结果是天差地远。这位就是皮里，他是海军少将的照片，这是他在探险的时候穿的全皮衣在雪地零下几十度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一艘是当时由老罗斯福总统所祝福的取名的探险船。这个当然是出发前的这个照片，就是他们在大冰原，在冰雪当中的照片。这个是皮里穿的全身厚的毛皮的衣服在甲板上，这是他们的团队拿着国旗在北极点挥舞，证明他们来到这里弟兄姐妹，人生的目标很多啦，但是什么样是崇高的目标，能够造福人群的目标，能够荣耀神的目标，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永生的课题，一生的课题。弟兄姐妹，保罗这样宣告说：“我为永恒的灵魂得救来努力。”因为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目的是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有2个团队要来做差派，第一个是代祷团队，因为他们成为中保的代祷守望，用祷告来撑住整个教会的事工，弟兄姐妹的那个需求，跟神祷告，让神的应许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呈现，是因为神给我们代祷团队一个最大的属灵的武器。第2个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因为我们每一年借由这种团队的方式来带领人传福音，它是要经过很缜密的一个事工，前面要培训，团队要默契，最重要是要怎么样找 best， 之后这个 best 要不要来，喜不喜欢来，他有什么特殊的需求，都要一一兼顾到。所以整个努力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为了奔向标杆，为了永恒的灵魂而努力，我付出一切。常常有人在想说，我参加比赛到最后没有得冠军，那怎么办？其实这个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最能够体会得到。所以我们常常说，我这一次
举行了幸福小组，没有一个人受洗，那怎么办？他说：那你就把它当成你的养分吧，你这个训练的养分。其实科学研究，其实运动比赛，有谁没有失败呢？没有失败，你怎么有可能成功呢？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他说：最强的全垒打王，全垒打王也最常被三振，因为他看到好的球要打，才有机会打全垒打。但是一小小的差距，他就被三振掉了。弟兄姐妹，你是怕被三振，所以就不敢打吗？还是你想要打全垒打，所以不怕三振呢？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为了福音的好处，即使三振呢也没关系，因为这是要为了我下一次打全垒打的养分。感谢主，我们要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来举行这2个团队的差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工，一起服侍。我们在富强教会成为你所差派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灵魂，是你在这个世界一个救生站、一个福音站、一个领灵魂归主的一个据点。我们受过各样的训练、各样的磨练、各样的操练，勇敢的对付自己，是为了得锦标。主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锦标、我们的冠冕，就是领人归主，让人得福音的好处。主啊，我们愿你透过我们这2场差派，来栽培更强的门徒，能为主所用，领人归主，守望祷告，成为神大使命的一份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分2段哈。第一段呢，我们是在唱一次之后，在唱的当中，我们要请我们的代祷团队第2场里